再来看屏东九如一年一届的台湾兰花节是正式起稿，今年已经是第28届，有上千盆的这无共品种的兰花安尼坑做伙，真正是人水花又个大蕊。这摆呢，摕到这总冠军的兰花呢，市价是超过20万。 什么时候是分组总冠军的？甲总冠军的兰花一盆一盆对车顶搬落来，菜地庙的两边准备进行献花仪式。礼拜屏东九如乡的台湾兰花节起稿，过来千盆无共品种含色水的兰花变水，因为因过拢伫北县宫的场地举办展览，今年刷到农会内底，为着感念活动顺利，农会人员特别准备真几名的兰花，要献花予神明做伙观赏。咱兰花界的祖师爷吼，就是咱北县宫的上帝爷公。 伊过去拢亲自来评审，来选选上帝公奖，是咱遮的特色。今年摕到总冠军的是仙里兰欧马罗斯，是高雄的兰友培育，市价超过20万。这丛兰花唔但花蕊大，花蕊的纯真有路，色水特别。现场展出的兰花，未少品种伫外口罕得看到，民众拢摕手机赶紧翕落来。很特别。怎么说？它的品种就是跟一般的。 花展那种都不太一样。外口市面上吼，你卖就对啦吼，足少伫原产地，吼对遐个运过来台湾飞出来卖，所以一般拢伫到尾啊拢是，不管是交配，还是也成功分枝以后才出来卖，所以市面上现在很少看到。 兰花节活动一直展到2日，开放民众免费参观。农会表示，九如乡长期推动兰花产业，连续28年举办兰花展览，已经成做台湾重要的农业甲观光活动。屏东甲台南拢是台湾兰花外销的重要产地，培育成果真受肯定，甚至阁有献花仪式，展现兰花伫民间文化中的特殊地位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